又来了！对岸非洲猪瘟疫情严重，防疫关口个个上紧发条。农委会今29日表示，上午有一位来自中国大陆且经香港转机来台的大陆籍旅客，经裁罚20万元后，因未当场缴清罚款，被拒绝入境。这是25日新措施执行以来的第3个案例。农委会表示，该名大陆籍28岁男性旅客是自香港搭乘中华航空 CI 横线922班机入境桃园国际机场，携带红肠、加工猪肉产品及烤鸭共计2.92公斤，未主动申报，遭关务署台北关查获，防检局裁罚新台币20万元，但该名旅客却未能缴清罚款。防检局在第一时间依新措施已拒绝其入境，并已由移民署遣返出境。该名违规的男子搭乘下午1时中国国际航空 CA 横线186班机返回北京。未来该名旅客在未缴清罚款前，将不得再入境台湾。而新制上路后，针对外来人士未缴清20万元罚款实施拒绝入境措施，迄今计6件，其中3件缴清罚款顺利入境，另外3件则因未能缴清罚款，无法入境。农委会再度呼吁，春节将近，请国人转知即将返台的亲友，切勿携带肉类产品回国，以防范非洲猪瘟等海外恶性动物传染并传入，保障国内畜禽生产安全。国人如携带肉制品出国旅游，未吃完也切勿带回国，以免违规受罚。